今日咧，我哋咧就嚟到呢個天下第一舞蹈大會第2屆2025啦。咁咧，依家咧我就睇一睇我自己評嗰組，咁啊一般科幻組同埋國模組呢兩組嘅，咁啊都睇下啲作品啦，都係非常厲害嘅。今次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就係今次個場地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地方大得驚人啦，咁同埋啲光線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喺現場睇咧，其實都好靚嗰啲作品，唔使點樣打燈啦已經係。咁同過往我睇過好多比賽咧都唔同，所以今次評審咧係評得最舒服嘅。咁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係有大有細，size 差好遠嘅，不過都偏向係比較大。咁而琴日睇嘅時候，被評審嘅時候，呢盞燈咧係會着咗燈紅燈，咁啊發紅光咁樣射出嚟，幾靚嘅呢個作品。好。哇！呢啲好震撼嘅作品，咁啊個人喺後邊睇到咧，就會睇到大約嗰個比例。咁由於啲作品今次有少 comment，啲作品擺放嘅時候咧，就有啲撈埋咗，咁所以咧我哋評嗰陣時其實都幾辛苦，因為每一次評中意件作品嘅時候都要睇下係咪嗰一組先至可以再評，咁所以就多咗個工序啦，對於評審嚟講。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希望下次有機會咧，可以將啲作品分得清楚少少，咁樣就評嘅時候就會舒服好多啦。咁呢一件作品我自己都幾中意，一啲顏色各方面加埋啲地台嗰啲襯得幾靚。好，呢啲係國模組嚟嘅其實。咁所以同頭先一般科幻就分翻開嘅，咁但係因為擺埋咗一齊咧，咁所以我拍嗰陣時就好難再分翻去逐件拍啦。呢啲都係國模組嘅，呢件就一般科幻。其實呢件亦都可以係參加 MAK。MAK 今次令我最震驚嘅就係 MAK 組，因為真係好勁、好靚嘅作品。好。嚟到呢度，嗱咁仲有對面嘅，咁跟住之後咧，另外一罐轉咗呢個咧，就係2次元角色動漫組啦。嗱，其實對面咧都仲有一堆咧係一般科幻組嘅，咁一陣間我行到過去先再影。咁我而家就先影咗呢個2次元動漫組先。咁呢個都係好多啲角色咧，都係其實真係幾特別嘅啲設計。我哋都做咗好多改造嗰啲嘢。呢件作品都入圍啦，睇到厲害啊！哇！呢度好震撼啊，成台咁樣擺晒出嚟，好威勢真係幾犀利。呢啲比較多係 FAG 嘅，呢個瞓低咗。觀賞角度應該係呢個位嘅，其實。呢啲特效件係自己搞出嚟啦，定係原裝嘅咧？好正喎個 feel。呢啲就似係一啲，咦都唔算係 2D 喎，其實佢都係有啲似 figure 嘅油法啦呢啲。好，繼續嚟得幾靚。
咁由於佢嘅組別係二次元動漫，所以佢又會包含咗好多 GK 啊，有啲又 FAG 啊咁樣，都唔同。哇！呢隻我個人幾中意，啲色好舒服啊，但面上都唔錯。呢隻老實，雖然我覺得上色都幾靚，望落去感覺都幾好，但係有啲恐怖。呢啲好大對比嘅上色，其實都幾啱動漫。點啊 ？BOS。其實每個組別佢嘅參賽作品都唔少，今年聽講佢哋就應該有過千件嘅參賽作品啊！呢件都幾特別喎，我幾中意，好舒服啊！應該好多係有啲係自製或者係搭咗好多唔同嘅嘢。咁都係啦，今次如果有啲組別我未能夠逐件拍攝相片嘅話咧，咁可能我都會影下 video 同影相都各有各好嘅，可以睇下唔同嘅角度，盡量可以拍嘅時候扭多啲，咁可以睇多少少唔同嘅角度。希望唔好太快拍到頭暈啊！睇到頭暈應該話。所以這邊應該是薄膜。好，跟住呢度翻嚟咧，就係國模同埋一般科幻啦。啲做工都係好精細啊，同埋都幾 detail。不過有時可能國模太多組件比較複雜少少，所以可能有時偶然都會睇到有啲打磨方面可以繼續有啲改善嘅空間啊。即係夾口啊、分母線啊嗰啲嘢，但係因為都明白，因為國模實在太多件嘅一次過，太複雜，所以咧有時漏咗都真係唔出奇嘅。咁但係唔出奇還唔出奇，如果俾分嘅時候都係會扣，所以都要盡量令到啲作品完美啲。另外就係都睇到呢啲會有啲場景嘅作品，其實通常咧你做小場景嘅小故事性咧，咁因為呢啲其實都會加分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你做少少嘅情景。呢隻其實我自己好中意，真係有時喜好好難解釋。海選嘅時候就係憑個人喜好同埋吸唔吸引。咁呢隻都係國模組嘅大熱啦，你睇到3張貼紙啊，3個評審，3張貼紙就好犀利啦。因為佢成個整體嗰個地台啊、配搭啊同啲顏色都係唔錯。咁好啦，呢隻亦都係另一隻大熱門啦。睇到佢做咗好多改造，好多係自己搭出嚟嘅，整體嘅設計啦、個地台啦、啲人仔啊。雖然上色仲可以改善，但係佢整體已經係做到好高分啦。睇下，好，繼續落。嗱，呢啲係國模組嘅。
另一件我都幾中意嘅作品就呢件都幾特別，將個異形頭襯咗落去一個機械嗰度。咁我又唔係好 sure 係自己改定係咩啦呢個。咁但係我就幾中意作品，因為好 match 啊，整體成隻舞。咁呢件咧又係超級大熱作品啦，又係3粒貼紙咧。咁佢睇到運用咗大量嘅光源，可能拍出嚟冇咁誇張，但係實物睇落去係好勁，應該落咗好多熒光嘅色落去啦，令到佢 boost up 咗啲顏色。咁所以個對比做得好強啦，暗處嘅地方可能佢又做翻啲燈位啊，令到佢效果。跟住啲光暗同個故事全部都出晒嚟，好多係自製嘅零件嚟嘅。可能到呢一台咧係超想要塞嘅製作過程啦。嗱，咁其實呢一件咧係好震撼嘅作品嚟嘅，因為咧我哋喺現場睇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玩嘅，有升降台啊，有燈光控制啊咁樣，我哋都試過嘅，係可以即係成個台座可以升降嘅。咁同埋咧就係而家咧比賽都比較興呢個特別獎啦，所以佢已經攞2個特別獎㗎啦，一個就係無樂堂嘅特別獎啦，另一個就係一啲模型會嘅特別獎。咁呢一個咧就係太陽之牙啦，咁佢做翻個封面嘅效果啊，其實個效果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咧就喺翻依個角度咁影嗰陣時，哇，幾靚啊！我想鬧佢啊！咁嗱，我自己個人咧，作為一個評審咧，我最怕就係見到呢啲咁嘅作品嘅，即係唔係作品唔靚，係個 display 嘅問題。即係你俾個玻璃罩喺度咧，反晒光，其實你想我睇定唔睇咧？即係我作為評審，其實我見到呢啲作品，其實我好難睇咯。咁所以我就會可能跳咗㗎。哦，對，那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下你展示作品嘅時候啦。咁而我自己咧，嗱，譬如呢啲我自己個人咧就有少少意見，我就我唔係話你咁樣轉唔好，俾 display 俾人睇嘅時候係好嘅。咁但係如果你作為我係評審嘅時候，你喺度喐嚟喐去咧，其實我好難睇嘅。咁如果你想人哋睇得到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你擺個轉盤喺度。咁如果我係評審，我想睇咩角度自己領，咁其實咧我就會好開心，即係覺得係好好嘅。因為比較大型嘅科幻作品咧，有時你要我去喐你作品，我又唔係好敢。咁反而咧，如果你有個轉盤咧底，我可以睇晒360度咧，就好着數啦。反而咁呢隻甲蟲其實個上色係好靚，好特別嘅，做到嗰種珍珠面啊、幻彩色嗰種感覺，所以呢個都幾特別。但係對翼嘅表現可以再加強啦，諗下點可以令到佢做得透少少。好，咁就大致上咧，我哋就睇完呢個科幻組嘅作品啦。咁我哋準備咧就去睇下其他組別啦。